全联卖的婚礼台湾雕南面台戏牌是去互高雄市的卫生局讲验着禁药，不过这代志是已经变盘，高雄市府讲是情关讲解数据，戏牌确认是无问题。卫生局的副局长等6人警告，局长自请处分。对全联及云林的养殖业者因为卫生局检验错误道歉。市长当期卖出卫生局的正副局长，甲养殖业者甲全联过失礼，因为检验平台后台设定，敢若是去互圣诞的助理动骹手，致使婚礼的台湾雕戏牌验出禁用的药啊。卫生局测试已经报警，这名助理到底是调工的，还是无细致？卫生局表示，因已经溯源到今年度所过检验作业，目前确认出问题，就干那这笔。从业者提出质疑，然后我们开始再去了解。那当然到昨天，我们发现是电脑后台的这个部分，在一个过去没有人会去动，但是它被更动了它的设定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你哪会确定讲是迄个助理叮当？因为迄个机器就是伊做的。卫生局表示，圣诞的助理该设定，致使台湾雕戏牌验出动物用药了后，照规定也需求另外一名助理进行复检。因为正常来讲，未去当机器的设定，因此检验人员拢是直接做检验，才会真做这么大的错误。这点因承认过失。市长陈其迈也强调，未来会加强流程管理，你包括检验人员甲主管的责任，拢会追究到底。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那也应该把药物的相关的检验平台重新校正标准化。这名圣诞的助理因为考到高普考，在1月7日已经离职，警方已经家己带回完成笔录，检方会持续调查收集证据。卫生局表示，业者的损失甲相关赔偿会比照国赔。目前检验平台作业暂停，高雄市的食品检验拢先送去外县市做。今仔日食药署也会来协助校正机器。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